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10月初3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37篇第1节到第9节，内容记下卷19章第8节到20节，35节到37节。启示录第2章12节到29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信息。信息不只是人甲人交往一个基本的要求啦吼，搁较是即个商业交易中间真重要的一个标准啦吼。所谓的信用安尼吼，咱拢知影吼，信用的平等，伫市面上嘛有，咱知影有迄个信用卡啦吼。关于这个信用卡呢，伫台湾捌有一阵时间，银行推出一种信用卡叫做 George and Mary。其实伊是用同款的音咧讲借钱毋免还啦吼，毋免利安尼啦吼。但是咱拢知影讲，银行借款伊是算合法的钱庄啦吼，伊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借着利息来趁钱嘛，那有可能毋免还还是毋免利呢吼？即种的卡的存在，造成一段时间伫台湾有真侪人发生即种卡的债务、即信用的危机啦吼。无输拄到美国的时阵呢，因为无有信用的记录，所以就无法度办理什么贷款啦、买车啦，还是办理信用卡拢无法度。当这时需要买车，就借用我的侄仔伊的信用来办理汽车贷款。嘛，因为无有信用记录，佮拄着人想要借着这种买厝的贷款来诈骗牧师安尼吼。内容记下卷19章第8节到20节，35节到37节，经文安尼记载。总司令听到亚述王已经离开他吉去攻击lib那，就出发去到lib那甲王会合。亚述王听见伊索比亚的王狄哈加要来攻击因，就派使者去见希西家，吩咐因对犹大王希西家讲。毋通互恁所倚靠的上帝骗去，讲耶路撒冷未陷落伫亚述王的手头。恁一定有听到亚述这个王对列国所做的代志，因甲列国拢总遭灭，恁减有法度避免。我的祖先毁灭的国家，歌散、哈纳、利巴以及住伫提拉撒约伯伊甸人，因的性命减有解救因。哈马的王阿尼拔的王西法瓦因城的王希那甲以沃的王伫叨位？以西家对使者的手接着批，读了后就上去上主的圣殿，伫上主的面前将批踢开。以西家上主祈祷讲：坐伫天山顶基路伯顶面的上主，以色列的上帝啊！只有你是地上万国的上帝，你创造天甲地，上帝啊！求你耳听听，开你目睭看，求你听西那基立车塞来讲一切亵渎你的话我上帝的话。上帝啊，亚述王确实有互列国甲因的土地拢拍远，甲因的性命拢ฮ็伫火烧。其实遐个毋是神，不过是人的手用叉用石所做的。但上主，阮的上帝，求你救阮脱离伊的手，互地上万国拢会知只有你是上帝。阿摩斯的囝以赛亚找人去见希西家讲。上主以色列上帝安尼讲，因为亚述王西拿基立的事对我祈祷，我有听见。因为上主的天使去亚述的军营，杀死185000人，加早起人起来发现
逐所在拢是生死。阿术王西那基立就彻底赢倒转去尼尼微，住伫遐有一日伊伫尼斯洛的庙伫拜伊的神明的时阵，伊的囝阿迪米勒甲沙利色用刀甲伊杀死，然后逃走去阿拉勒的地。伊另外一个囝以撒哈顿继承伊来做王。以色列人希西家王所倚靠的就是迄位真有信用的信实的上帝。因此，虽然因拄着强敌亚述的帝国，但是因犹原坚立未摇动。上帝吩咐约翰写批予这个推雅推勒教会的天使，也提到着因的信仰的坚定实在的，并且愿意面对困境甲威胁的中间坚持信仰。启示录第2章12节到29节，首先嘛记载着这个白加摩教会坚守上帝的名，是上帝所欢喜的。圣经安尼讲，你着写批予白加摩教会的天使讲，有上面来见的迄位安尼讲，我知你住伫叨位，就是有撒旦的座位遐。你有坚守我的名，甚至我忠实的见证人安提帕伫恁的中间，就是撒旦大的所在。受杀害的时，你嘛无否认对我的信仰。毋过我有几项代志要甲你责备，因为伫你遐有人接受巴兰的教示。这个巴兰有教巴勒去引诱以色列的子孙，互因食祭偶像的物，去行奸淫。亲像安尼，你遐嘛有人接受尼哥党的教示，所以着悔改。若无，我连边会去你遐，用我喙内的剑甲因交战。有耳孔通听圣神甲这个教会所讲的。得胜的人，我要将因保存起来，伫玛纳会互因，搁要互伊一块白石，石的顶面写新的名，这个名领受的人以外无人捌。你着写批予推雅推勒教会的天使讲，上帝的囝就是目睭亲像火焰，骹亲像光亮的灯，迄位安尼讲。我知你的行为，你的听，你的信心服侍甲吞论，搁知你最近所做比起头的较好。毋过有一项代志，我要甲你责备，就是你用阮自称做先知的妇人亚西别，伊假使搁未许我的仆人去犯奸淫，搁食祭偶像的物，我有互伊时间通悔改，毋过伊毋肯悔改，而离开淫行。看，我要互伊艰苦倒床。遐个甲伊犯奸淫的人，拢无悔改，停止因甲因的淫行。我嘛要互因来受大苦难。我要提示遐个对伊的人，安尼隆重的教会就会知，我是监察人心思意念的。我要照恁逐人所做的甲因报应，总是恁遮的其他的推拉人，恁无受即款的教导，毋捌所谓撒旦的奥秘的人，我甲恁讲，我袂加添别款的重担互恁。毋过，恁着坚守恁已经有诶，直到我来。得胜搁继续为我做工到落尾诶人，我要互伊诶权柄通治理万国，伊要用铁管治理因。亲像降水诶飞仔去，我嘛有安尼对我诶爸领受权柄。得胜诶人，我嘛要互伊启明星，有耳孔的人拢着听圣神甲这个教会所讲的话，诚做一个信息的基督徒，伫困境中间坚持，并毋是
容易的事啦吼。但是却是上帝的特质，甲对咱的要求，咱做伙来努力。诗篇37篇第1节到第9节的经文。毋通因为做歹的人心内不平，毋通怨妒行为不义的人，因为因亲像草，真紧就干去，亲像青翠的花草捻去，就倚靠上主来做好，踮伫即个土地安居乐业。就因为上主来欢喜，伊会满足你的心愿，就将你的路途交予上帝，倚靠伊，伊会甲你成全。伊会互你的义亲像光来发出，你正直亲像中昼的日头，就静静伫上主的面头前吞论天候。毋通因为歹人会计无成功来不平，毋通受气，着气煞大受气，毋通不平，才免低到做歹，因为做歹的人会受遭灭，听候上主的人会承受所应允的土地。恳求主爱帮助阮，会当伫艰难中间来坚持、坚定来相信，因为上帝是信实的。阮也要用诚实的性命来敬拜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